衣服都是点。那件衣服是100块钱。太贵了，可以便宜一点吗？不行了，这个不能改了。可以了。好吧，就是500块吧。80贵点了。不行啊，那80了。90块钱，如果我有的话，我就不卖给了。好的，我就马把给你点，谢谢阿姨。不客气，下次再来。再见。再见。